光的话，你几毛钱轻都拿起来呗。人家说了是给俺聊天的，不是给你聊天。人家说是给佳佳和华姐聊天的，不是给阿杜聊的。别叫，给吧，他对上号了，那边一个跟这边一个，他对上号了。对俩孩子很好，知不知道？你看那个，你给依依叫依依过来吧，要不？ 160。你不要说依依了，依依搁到这个依依跟我说的，你说依依，我对那哥哥好不好？离家这半数俩字咋禁言呢？我可禁言了。不要禁言语，打的太多禁不了，不禁。这家人说的是心声。半数这咋禁言呢？说着打的太多。红色手机壳是啥手机啊？华姐，你的手机是啥手机啊？我手机壳。哦。我给家人们说说啊。 就把狗弄一弄呀，叫狗回家嘛。回家去。不是，我把搁这个叫。我给家人们说说这个事儿啊。不是说华姐偏心。我来给瑶瑶买3套衣服。对，你给瑶瑶买3套，给恩子买3套，给依依买1套。你。